唉，咩事咁懊惱啊？你見我慢慢行，而家啲人雙取上場，施伯埋位，個鑼鼓未打完，佢埋咗去啦，好棘噶嘛！唉，雙取咧就係上場嘅鑼鼓嚟，嗰個上場嘅節奏係好緊要噶嘛。哇你睇下，揸雙取喎，係呢隻雙取呢個行得幾急，唔係咁噶。不如我哋做次俾佢睇。要啊！上場亮咗相之後咧，咁你慢慢一步一步啦，一步真係要帶埋啲身形啦嗱，2步、3步，咁視乎個台嘅深淺闊窄，去到台口正中嘅時間，你覺得到啦，咁你就一收，定咗嚟就噏嗰2句詩白啦，耳廓面珠腹內藏。未知何以參反效光拉咗個打引號之後咧，你等個鑼鼓頭起咗，然之後慢慢西海清，咁而家又再慢慢一步一步踩住身形咁樣行到嚟呢處又係一樣，一西咗件海清之後，一坐低一收咗鑼鼓。咁啊，另外就接下年嘅界口啦。耳廓面珠腹內藏，未知何以反效光呢一啲咧就係演員的自我修養。